大家问千万里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影讲，风台天会当看会到普通时看袂到的一寡景致。不如各位搁讲到倒来做风台的时，无论是近山近海，拢受危险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景，景致的景，读过用景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这个景，会当讲是互人欣赏的形甲色水，咱讲是风景、景色或者是景致。另外暗时的风景，咱讲是夜景，景嘛会当讲是环境布置装塔，像讲布景。啊，若画图展现主题主题，咱讲是背景。背景嘛会当讲是一个人成长的环境甲家世的关系。另外，甲人创治古早一个词，讲是创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实景。实景是讲一段时间的光景甲状况，嘛会当讲是现在状况。第二个词读做光景，会当讲是情形状况或者是风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来到山顶做生理，发现即阵的实景甲影过已经袂比的。即马敢来当伫咧山顶看山脚的光景，互家己的心情搁较快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